主后2024年10月初8，每日新安宫读经，毋通用歹欺负善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耶利米书48章第10到47节。关系摩押，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尼波惨啊！伊为荒废。基列城受侮辱，互人占领；伊的堡垒受毁坏，子民受凌辱。摩押袂阁有灿烂的阳光。有人伫希实本设计要害摩押，讲：来，咱来甲消灭，互伊袂当成做一国。马德免城着恬恬毋通出声。有军队要来攻击你，对何罗念传出哀哭的声，荒废啦，拢总毁灭啦。摩押受毁灭，伫遐传出囡仔在哭的声，人爬罗希的山坪，哪爬哪哭，因落何罗念的山坪。听到毁灭哀哭的声，就逃走。虽然顾性命，亲像旷野的野驴。摩押啊，你靠家己的军力甲财富，毋过共款会受征服。你的生命、期末甲伊的祭司以及官员，拢会受流放，做一个受牵线。恁逐个城拢会受毁灭，无一个城会当避免。山谷受毁坏，平原受吞踏。上主安尼宣布：着甲摩押斗两支室，互伊通爬走。伊的城镇会趴远，无人徛起。兵单毋做上主的工课，会受咒诅。毋举家己的刀去杀敌人的，会受咒诅。摩押对开国以来就真太平，毋捌受放逐。伊亲像风捌伫酒甕内的酒，毋捌互人倒来倒去，所以滋味原在，气味无变。上主讲：看咧，时日一个到。我要派人甲摩押倒献杀，亲像甲酒倒掉共款，因为甲酒倒甲空空，搁甲酒甕摔破。摩押会因为伊的生命、期末见效，亲像以色列人为着因所倚靠伯特利的生命见效共款。摩押啊，你哪会当自称是英雄，是到烧战的勇士？摩押会受毁坏，对敌占领伊的城镇，直选的壮丁拢受杀死。摩押的终局逼近啊，伊的灾难会紧紧到。大君王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：摩押周围的国家。日捌伊的民族啊，恁拢着为摩押悲伤，讲伊的大权势放弃，伊的阳光无去啦。底本的子民啊，着对你阳光的座位落来，坐伫大索的涂骹，因为毁灭摩押的已经到，伊要拆毁你的堡垒。阿罗尼的子民啊，着徛伫路边看，问遐个逃难的男女讲：到底发生甚物代志？因回应讲：摩押沦陷啦，恁着为伊哀伤啼哭，着伫阿伦河宣布讲：摩押灭亡啦。审判已经临到平原达所在，就是摩押无论远也是近所有的城镇，到伫何伦、雅杂、米法押、底本、尼波
别地比拉太阴吉列亭别加密别米温加略波斯拉。摩押的关系无去，军力全失啊！上主安尼宣布。上主讲：恁着甲摩押灌互水，因为伊自个背逆我，伊会伫家己吐出来的垃圾物中间过来过去，互人踢笑。摩押啊，你敢毋是捌踢笑以色列？你逐遍讲着以色列，敢毋是摇头？甲伊当作互人掠着的贼仔，摩押人啊，着逃走离开城镇，去住伫山岩，亲像粉鸟伫隘口做寿。犹大的人民讲，听讲摩押人非常骄傲，自高自大，骄傲到极，家己掠做了不起。我知因的自大是空。所夸口的拢是碰风，上主安尼宣布。所以我为着摩押啼哭，为着摩押全国啼哭，人嘛要为着今日哈列色的人哀伤。西比玛，我为着你哀哭，比为雅舍哭搁较大声。你亲像葡萄树，枝伸过大海，宣到雅舍的海。毋过毁灭者来啦，要将你得要修成的果子甲葡萄拢毁掉。上主讲：摩押肥的产园消失，无阁有欢喜快乐的声。我互酒窟无阁出酒。无人伫遐打酒出欢喜的声，虽然有发的声，毋过毋是欢喜的声。伊是本人哀哭的声传到以利亚利，传到雅杂，搁对索尼一直传到何罗念，直到伊基拉、西利西亚，一直连灵林的溪水都达去。上主讲：遐伫摩押的山头段献祭，用因的性命烧香的人，我拢要甲因消灭。所以，我的心为着摩押悲伤，我的心肠为着今日哈列色哀伤，亲像牝仔哀怨的声。因所积聚的财物拢失去啦。因逐个人剃光头，剪喙鬚，挂上手骨，摇下抹布。上主讲：摩押逐间厝的厝顶甲广场拢有啼哭的声，因为我毁坏摩押，亲像人讲喙无介意的器具。恁着大声啼哭，摩押完全毁灭啦！因建设无面通见人。诚侪四周围的国家啼笑，互人着惊的对象。上主讲：看咧，有一个国家亲像鹰鸟，踢开伊的翅，冲落来攻击摩押。摩押的城镇甲堡垒拢互伊占去。迄时，摩押战士的心会亲像随船的妇人人遐尼痛疼。摩押受毁灭，无阁成做一个国家，因为因自高自大，背叛我上主。摩押的子民啊，恐怖、咸坑、活大，当地等忍。上主安尼宣布：什么恐怖的人会活落咸坑？对咸坑逃脱的人会互活斗着，因为刑罚摩押的年已经定着。上主安尼宣布：遐个逃难去希实本找求保护的，因的气力已经用尽，毋过有火对希实本发，有火焰对西方的城出，
相信某仔人的头额，甲爱相杀的人的头壳。摩押啊，你有灾祸啦！拜欺骗神明的人啊，恁灭亡啦！恁的后生互人掠去，恁的查某囝嘛做伙受掠。毋过上主嘛有讲，将来我会互摩押受掠的人倒转来，有关摩押受审判的话到这为止。毋通用歹欺负善。一个食穿无欠、家庭温暖、爱什么有什么，而且备受宠爱的囡仔，照理讲应该心满意足，人际关系和睦才对。但是现实中却无拄拄是安尼。近年来，台湾发生真侪社会案件，有一寡做奸犯科、怀霸惹祸的，竟然是富二代。显然，生活富裕的人无拄拄就有好的品格，拥有能力的人若无善用能力，更较可能带来伤害。摩押就亲像真爱点好业、甲霸凌欺压别人的富二代。先知耶利米伫咧论列国审判的时，甲摩押点名，细算伊的罪状。这国家陶醉伫家己的军事和经济力量，伫国际上耀武扬威。先知形容伊享受安逸，亲像陈风不动的老酒，愈陈愈芳。总是摩押却因为过度沉浸点骄傲、狂妄自大，掠做家己真了不起，就受上帝点名。先知指出，当摩押受审判的时，迄封装的老酒要亲像水共款被倒掉。若是盛装的酒盘全受摔破，一丝仔价值也无。过去对我自称是英雄、骁勇善战的勇士，现今拢要哪方消散？原本气势凌人，对人指点点，当变成唉声惨叫。以前掠做家己是不可一世的狂妄傲慢，当无地自容。原来人所夸口的，伫上帝眼中，拢要变做是虚空。先知传递上帝的信息，我知因的自大是空虚，所夸口的拢是碰风。当人丰富的时，若干那知影陶醉伫自我满足，忘情伫各种的享乐，沉湎伫受扑打，敢若会晓利用本身优势霸凌弱者，却袂当善用资源济贫富足，甲人分享。最后拢会亲像粗糠，互风吹散，受上帝定罪。伫阮教会陪读班的一个囡仔，因为伫学校拄着一寡烦恼的代志，甲同学吐露心情，无想到同学听着，毋但无甲伊安慰，反倒转伫班级的群组留着安尼的信息：可怜哦，这里还未转学就死翘翘，想要自杀做你去啊！无人会甲你挡，莫伫遐假可怜。某一日，伊的家长无意中看到即个群组的对话，大大着惊。这5年级的囡仔伫学校受欺负霸凌，还阁遭受同伴安尼恶意的对待。后来家长进一步探查，阁发现伫学校受霸凌的囡仔，伫日记留落一段痛苦自我的对话，这互家长非常的担心，所以找学校和教会求协助，希望会当互伊的囡仔伫健康、安全的环境中长大。真侪囡仔伫校园内也是网络用不当的行为和言语对别人霸凌欺负，掠做家己
只是爱佚佗，还是宣泄情绪，却互遭受霸凌的人受到极大的伤害。对于霸凌的行为，教育单位除了爱研议听取办法，也应该设法解决霸凌的背后因素，才通避免囡仔做下搁较大的错误，致到无法度挽回的局面。默想，若我拄到霸凌事件，也是家己受霸凌的时，我会安怎回应？若我拄到霸凌事件，也是家己受霸凌的时，我会安怎回应？咱来祈祷，听我的天父上帝，你爱我学习善待别人，搁谦卑服侍别人，求你帮助我，伫看见以恶欺善、以强凌辱的代志发生的时，会当有智慧排解，搁使我勇气伸张正义，为弱者出声，毋是保持沉默，放纵做歹的人。奉我的主公义的名祈祷，阿免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